歡迎嚟到 Pista Pulau Pinang 嘉年華會，入場費本地人5蚊雞，而我哋就俾10蚊啦。入到嚟呢度有好多嘅小攤檔賣唔同各式各樣嘅特色嘢，我哋即刻買翻杯椰青水，一邊行一邊消暑解下渴啦。呢度有非常之多好玩嘅機動遊戲，雖然侄仔唔夠高玩呢個咁刺激又好玩嘅過山車，坐摩天輪應該冇問題啩。我哋可以喺摩天輪上邊俯瞰成個樂園，都幾開心噶。呢度有蹬到腰痛頸痛嘅碰碰車，旋轉熱氣球，轉到你暈嘅秋千。呢個咁刺激嘅大擺鐘，你夠唔夠膽玩呢？為咗佢咩都冇得玩，就係睇住佢玩車車，佢開心到拍自己個頭啊！呢度仲有好多嘅攤位遊戲，可以俾我哋贏下獎品，俾大家睇下我點樣掉飛鏢啦！我掉，哇，會反彈嘅，算啦，都係同伊頓去鬧下鴨仔算啦。恭喜你獲得一個小獎。佢拎到隻牛油果，好鬼死開心啊！係咪好醜樣呢？等姑丈嚟帶你認識 Mr. Bean 啊！呢度有公仔打下卡，影下相，有小型嘅鬼屋、兒童嬉水池，買咗一個菠蘿同埋菠蘿汁做宵夜。你睇伯母幾開心啊！好味。呢度仲有好多熟食嘅攤檔，如果肚餓可以喺度醫肚。呢度玩 game 一啲都唔平，一個 token 要5蚊，最少要10蚊，最貴嘅遊戲係需要40蚊㗎。不過睇到咁多人就知道大家係有幾捨得嚟玩啦。唔知係咪年年都咁多人嘅呢？你哋又嚟過未啊？今年係最後一年㗎啦，大家要嚟就趁早啦，因為之後政府要收返呢笪地攞嚟做輕軌，大家想嚟都冇得嚟㗎啦。檳城節係1年1度嘅盛事，長期以嚟一直都係檳城州認同同埋驕傲嘅象徵。作為馬來半島北部規模最大嘅民族節，今日係咁多啦，拜拜。